泰芬地吧哈。来的，cái泰芬呢個，搞個反腐步道有冇？反腐步道，環湖步道。哦，這邊要做回賓啊，因為窗邊印出，表示董書繁陽。佢董書繁陽，佢迄倆人哋客家先上推嘅指標性的一個故事。滿山遍野情多。來吊鬧熱咯！三個六那衝啊，心落開喲，無衝口的心唔爽，鬧熱倒你嘴，鬧熱強下來。恭喜朋友大家好，我馮姑啊！來，今天大家好。哎呦呀，又到俺的流行歌曲組的保味正八歲，目前 V 面炸吸管的壓表亭。吸管的哈，哎，他跟那个節奏配合的很好。噔噔，哎呀，對，亮相的時間點很棒。音樂人他有咧搞樂團的人，所以開始節奏感，係啊，開始節奏感。比賽之前呢，我哋介紹呢評審先生啊嚟，歡迎宋飛先生、王玉雲先生、陳飛先生、王義煥先生，來準備要比賽了。好了，聽樣的朋友啊，看到都一樣的嘛哈，也沒有變嘛哈，冇變了哈，大家都還存在哈。有搶 TV 哈，TV 願給你帶來奉獻。來，彈快啦！輕輕附上一個面，含有發直流眼神交流的瞬間，所上長春兩端的一條線，蹦電眼睛線的胸間。鏡中嘅你很有情，用半夜落夢一眼前世嘅姻緣，同開命運嘅牽連，夢電情與發雲煙，愛書中嘅奉獻。含有一個依戀，唔敢再回頭講判斷，再見你一面，心愛加痛一遍，吞在心中愛已無言，愛書中嘅奉獻，含有一個依戀。希望因狠心斬斷愛戀，欠一個今生無言，萬一來世情牽，記得眼嘅月，飄在風中嘅誓言，一個誓言。誓言，一個誓言，成了奉獻。哎呦，深情的歌呀，對，黑毛，哎呀，很深情的，你跟你老婆的紅線是嗎？紅線，對啊，天陽地波都是男主角。對，講到紅線哦，說是日本人來台灣哈，每次一定會到的一個景點，那個霞海城隍廟，去拜月老，好奇怪哦，真的哦，你很靈驗吧？
有可能就是可能他们回去就看来有的人会带饼去拜啊，就是他们真的事成之后就会去带饼去拜这样。事成之后，所以你跟老婆是怎么认识？嘿，重过啊，重认识的啊，重过认识。哦，这有拜月老吗？没嘞，没有，就自然在一起。他也爱唱歌，你也爱唱歌，专人因子。哦，那他现在就是跟你爸爸一样，你们都很积极的然后很相挺你去做这一件事情了，你不用同家爸，全部懂支持。对，唱得好了，唱歌也是音色同好，音色真好。对呀，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差的口气的问题。口音的方面哦，更不一样。我唐先生口音快。他高音的口气还不错，他高音很稳。低音的口气就是，我不知道。那我等下话讲一半，不是先听老师讲，我自己个人觉得。唱必欣赏了，讲一下。Gary 其實我感覺你唱歌嘅越來越穩咧，不只是你唱歌穩，你嘅節奏也是有在進步，這一點是真的要給你肯定。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都一直非常喜歡你的音色，音色的寬廣度，那個延展性真的是很漂亮。你今天在最後一段的時候黑曼你很新那個地方，你整個那個破掉的音色出來，我也覺得你做得不錯。好，那可以再更多的琢磨，因為你用在最後面，你跟思念，同一條縫線，那個地方你也有用，可是那個地方在用的上面的那個。就没有像前面那么好，表示说你还可以再去琢磨这个怎么去用这个声音去展现。好，但是今天整首歌，我觉得尤其是青烟那个地方，青天那个，我真的是很漂亮。好，但是我常常要说，Kitty 那个舞台，你进步还要更好，对不对？那我觉得你现在声音的广度跟你天生音色是有的，你要开始练习什么呢？放松的部分。刚才罗哥有讲到你的低音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放松，所以你跟永班这两个字就低音你就是出不来又不清楚。那怎么样？不是低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去唱它，它反而会让你压喉了，然后就那个整个共鸣就会跑掉。你那个反而是不松的。那 A 段一刚开始进歌的时候也是，我觉得你现在要开始去学习，你要怎么样唱，让声音能够松掉。整个 A 段你那个天生这个音色是在的，怎么样把这个音色松掉？这里完全不要动。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头还可以这样子转动，都不会影响，那这样子就松了。这样就放松了。你如果是哈，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哈，就表示你是这个地方有在用力。想打蚊子哦。对呀，对，就是你唱一个音啊，你看一定会有变化。可是你如果是松的啊，几乎不会用到这里。去练习你的 A 段，你开始要去练习放松是什么东西。低音的时候也是，低音的时候哒啦跟哒哒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你的圆滑度也不够，这首歌的圆滑度你要去练习。这个也是这边过于用力不够松的原因。你一松了，整个语气的乐句就会更漂亮。好，你回去可以再试试看，怎么样可以把一句话说得很漂亮，而不是每一句话都好像有一点，就会有一点切断的感觉。好，加油！但是根本你要是 OK， 我还是觉得你唱给今后好，好加油！好，谢谢。就看那个分数啊，好了，看下原跟 V 的分数。好了。63.5分啊，要分数高得了，没问题吧？哎啦，恭喜了，恭喜了！哎，做 MV 当我错，好，可以哈啊，杀落去總分冇得落，阿妹嘅松樹。哎，來當個啦。锵锵天喜。
什么记呀？什么记？你知道吗？该呀，忘词啊！你有忘词啦？哎呦，哦，你不讲我根本听不出来呢。我有听出来啊。哎，没有忘词啊，你自己承认啊。你感觉没有跟乐团在一起啊？那你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拜拜，冇相干。唔怕啦，佢好唱歌啊，他你咪只來啊。唱歌唱開心就好。係啊，尤其平常心。你有發覺冇？佢頭擺喺上演上色聽一下，完全冇空用。佢勁衝勁好。係咪？你話呢？你有一款醫生有冇嘅？以前有千多年前有看嘅。耳鼻喉科，音聲訓練，尤少奇，音聲訓台大，有，音聲訓，他應該醫院有啦，佢要去同做到檢查訓練應用版正確嘅講法。哇，那你很有心，你還去學那個音聲訓練？對，我那個聲音很聽阿桑，覺得怪怪的嘛，意思是要沙啞，就去看。後來去訓練就較好。用的訓練用的。佢講法要帶縫啊，要縫啊，要帶縫。講法要帶縫啊，樣嘢。還有咧？還有音搭音哦，音是哦，荷花盛開，有乜個東西？一種字兩種。可能吼，每一隻詩吼，能用把音就音正確了，你就要用正確的發音位置去念。你明眼睛前面有100次都有點都東通。我也有去掛耳鼻喉科，佢就會很以一隻健康底部都錄音，他叫你錄音，然後就看你有冇問題，先錄音錄起來，然後就是告訴你。好奇特哦！專門的那個音聲訓練。音聲訓練，我也碰過，你們有一周過？哎呦，還有這種音聲訓練，然後他也是醫學科畢業的，然後就有一些人喉嚨真的是有講話。有啊，講法嘅 V 唔錯嘅法，你就會。如果尤其是你又是要用喉，就是常常講話，就叫講法，從行商啊那種職業，它就會有職業傷害。是，不過它真的改差。語文差東多呢，同埋張來世界聲音差東多呢。就是千好唱歌呀，就是唱唔好冇法度啊。唔會，唱唔好，勁唱勁好。唱唔好冇法度。台灣人嘅聲音真係別啦。我嘅補充班嘅老師哈。我咧講，我89年做填唱歌唱我哋下，佢講昂嘛，佢講少啦，佢當2年死哦，佢講人離開哦，佢學生嘅度，佢也有面子啊，佢跳到講昂嘛，就是愛唱咪冇。講昂嘛，愛好唱係嘛？兩個不三個眼。不上光冇唱山歌是唔熟，咩偏用男就好，山歌我冇唱過啦，開心就好。可以就把握當下啦，好來從說嚟唱雲先生嚟公平哈。台灣樂壇你唱歌嘅吼，還有講法，感覺你經常唱山歌嘅嘛？他愛唱山歌，因為我感覺你嘅發聲啊，就是那種唱山歌的那種腔調啊。唱流行歌曲、老山歌冇乜嘅腔用，因為一首歌曲吼，你要有感情。但是佢必須嘛，必須是你是會彈人嘅音色啦，還有人嘅音準有準冇，還有人嘅節拍，一定佢不去根本嘅最睇嘅聲樂嘅啲乜嘅冇。啲唔記得歌詞嘅，還有咧，都冇乜聽到係嘛？冇聽啊，就跌板咧，因為從山歌東好講哦，你跌板呢，係咪？對不對？就是吊拍的意思哈。要跌板哦，所以特別要注意咯。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這樣的狀況？因為兩首歌曲哈，幾千多後半拍，很多後半拍，假使講你冇對那個旋律很懂熟悉嘅話呢，那就音樂就可能就沒有辦法把握。所以今天是給你一個非常不錯的經驗，和伴你的一個練歌的時間哈。你要問下先生，老師講一個譜嘅某章，用版章為章，你就是要會去算歌曲，它的那個怎麼算拍子，它的旋律怎麼走。但你要最主要嘅冇問題以後，將來你嘅表情啊，還有感情用版來變落去，因為你必須你的音色再好。你的技巧再好，你的節拍得睇咧，音準要冇準，我們要給你高分也很難。所以你先把你的基本功把它練好之後，你再來想其他的什麼
我要怎么去表现我的技巧？好，先把基本功把它练好很重要。好，加油嘞！好，老师的指导什么呢？谢谢，好，拍摄啊！面对验视嘞哈，父母子，分数来，看下总父母的分数。好。89分，拍摄下父母子。吼，蒙词还有个跌破迄青苔问题啦，吼，各位练出来，张准来，好嘛？好，拍摄，张准来，要唱传统的，传统啊，分享啊，对哦，分享啊，哈，安子生，谢谢，可以哈，好，谢谢，好，好了，可以，好。啊，反正跳来跳去啊，传统的唱的，蘑菇又在唱流行的，流行的蘑菇再去唱传统，这常客，常客，来青岛版，我都看过东岛版的啊。係啊，好啦，沙來從歷代來獻退五步，來，行我啦。獻退五步，萬應嘅。可以給老師那個羅哥唱一下嗎？滿音樂，羅哥吃寬了。滿音樂。哎，罗哥是很好控制，记不得哎。黑用半改政治普天地。黑用半杆子不艰苦，水了风汹容易观阔，吃了比盖梦永久重生。黑用半盖是鬼失了心，黑用半盖轻轻走了哟。梦永啊梦永，枪不破灭。水风涌啊，哑口童言，太通贯阔牛撇发盖，秋冬那地。修不尽言，烟退不满应给。哑口童言，太通贯阔牛撇发盖，秋冬那地修不尽言，烟吞我满应言。哇，脑缺氧了吧，总理？有，就跳哪么音音嘛？有。哇，那声音，对，那声音哦，那是看过有人给冲狗音的时间，吃下去啪。那个歌是那个谁？陈碧仪先生哎，老师的歌，爱迪，很低哈，拉到破音哦。哎呦，但是你的精神出来了，你还有滚精神出来了，就是要有那种哎，有滚精神就会不管的啦，就算大音啊，要憋下去啊。我连
上去了。哎，可以给老师那个罗哥唱一下吗？慢音乐，罗哥吃快乐。慢音乐。哎，罗哥是很好控制，真的，我喜欢挑战。你想想那个啊哈，那个我每天在拉，我觉得拉没意思。你像这个，我就哎呦，没想到我上得去哎，我上得去你上去了吗？哎呦，你看人生有很多不可能。对啊，就是就是这样挑战。人生有很多无限可能，无限可能，有很多无限的可能，人生很多不可能。但是我本来以为我不可能，但是我竟然突破了。男人不能说不可能啊。男人不能说不行，不行而已，没有说不可能。也是，也是。好，冲出来哦。对，来，演冲了一下。李欣赏。总力，总力，应该是张力，应该是哥吧，叫你哥。对，因为亚条狗会流强，他的那个咬字真言懂困难。尤其耳唔係客家人吼，本來去學這個係，也是會懂厲害嘅。對，這個就是咬字程度已經差不多85%了。哦，嘿，那個底部度有一個水跟火，我們海陸會說水繞佛，不過 CN 強係水冇唔錯，就是有時候會不小心卡住這樣子哈。那副歌卡重要嘅地方係就是個大動干戈，好，我們海陸是棍扣，嘿干戈，然後玉佩就是玉帛，化干戈為玉帛，要真引懂困難。不過它可以加分，讓那個咬字更好。那后面的破音有扣分吗？就是大体来讲，太体而攻，要挑钩前面，你从前面都懂后，嘿不会就有一些的，但是就是要就是请常示范一下，示范，就是因为慢音键是会流强。所以讲，这最后一句一定是要慢音键下去，先唔可以松低。好，唔該你。他不唱嘞。再個，嘿。哎呦，就講，因為你就講。老鐵山強用跟爬山一樣，你也可以是慢音鍵，就是慢音鍵先下來，就是先下來，就是要蹲得起來再跳上去。哎呦，所以精神濃厚，所以有個精神，應該係值得鼓勵，值得鼓勵，同意。謝謝，什麼情商？好 ，OK， 好，所以那個破音只是一個小瑕疵啦，好在沒有變大體。是，大體不，你的大體還不錯，哎，不對，好像也不對，總有一天啊。好，好啦，今日來看分數咯，來看總理嘅分數。喲吼！謝謝老師。叫人一分，有下來咧。嘿，每天100挑戰哦，按厲害繼續加油，好。加油！好了，回做休息啊！對，插好來了。插了李小儀到嚟中午。來，躺過來。一條鳥兒走上走下。兩條柳樹，風吹恰恰；3條路狗，開在白白。家中電條，
从年头天无限凄惨，天条地妹三梦做假，种上种下唯独抹杀，心事空den念讲voi。希望因到本年了见落无，希望因到本年幸你照顾，希望因开结将行过山路，希望因七八十用落数。重复最无因地界落落，不是看过你言谈辛苦，重复最等因下该付出。你将要發吐，情到轉移街哎呦，好美的一首歌，歌写的真好，而且小康老师也弹得真美，真美，好有感情哦，黑美，哎呀，真的，我很用心在弹，真的有用感情呢，对呀，哎呀，很清后黑嘛，老师跟你跟得很好，你刚刚那个叹气，跟得哎呦，这首歌真的，芒色糖果呢，第二日节目。网易云唱歌哈，顶个T 百糖豆，T 百的唱那条歌，爱美不用到很后面，动后背样，我在想讲，哎呀，准备好要唱了吗？好啊，动后背，他很早就在我的歌单里面。歌单里面，我觉得你这首歌你控制的非常的好，对啊，拿捏的很好。后面有点董事汉，后面用哎，有点太失控了，一点点，气死我了。不过一些嘞，我知道懂读后，因为他因为他就是刚刚好让那个情绪。对，处于他在各嘎一些的以后，你就会冲不后嘞。你这个你情感度度后，在那个舞台剧会让人家哭死，没有会丢死哦。哎呀，弹两条歌还有个歌词给。你有没有感动？我台下人。歌写得很好，歌写都懂。对呀，你要叫应过啦。不过你最近前一层的家做个。舞台劇咧，還有客家嘅舞台劇，客家嘅舞台劇，客家呀，香港呢一隻戲係講客家社妹啊，咁就4個客家女演員們，大家共下啲推崇，我有請慧茹老師來看，只講動聖起一件事情啦，因為又講到我們女兒啊跟媽媽的相處啊，阿婆跟我們的相處啊，那因為倆出戲後係東九以前差不多青年簽子走過咧，係第100走，剛剛係近年陽，剛剛係近年陽加入，都是好朋友。OK， 然後有一次導演就說。那個我想問一下其他的演員吼，為什麼你們今年演起來感覺很不一樣啊？好像就是有點比較兇。同一個導演，同一個導演。然後我的同學，大學同學就可能愛一直講，MD 呢，佢可能很欠罵。
讲吗？他说我看他，我真的就是比较想骂他哎。上一个演员我骂不下去，可是这个我很想骂。他放了真实的情感，对，你让他们很入戏，很欠骂啦。开始我就说，哎呦，不好意思哦，拍谁呢？他用动画啊，演的很大后啊，黑毛。可能其他演员比较可爱呀，这样觉得哎呀骂不下去这样。哦，好想骂。哦，所以朝死里骂下去，对，就表示你就是很容易让人家欠骂，欠骂长得比较欠骂的，没有，他是一个好的对戏的伙伴，就没有那个轻松感觉，好欠骂，所以票房也都不错。哎，好像还好，但是反应还不错了。我自己是演的觉得很再加上这一年。就是可以再继续一直延续、持续做的舞台剧，其实董力辉。对呀。表示讲给他开本懂后。所以从讲下呀，后来我们就讲些客家国语。客家国语有啦，都在拱哈子拱哈，然后我也就是他也叫我们加了一段山歌，对，也加了一段山歌这样。那很棒。对，我自己是演到觉得要有回到跟客家身份的，还会再演。希望咯，那麻烦那个电视机前面的各位长官们，要出去动好看吼。来看之下，再支持一下，搞不好你们又开演啊！我可以演他家婆啊，走对了哦，我给他姐姐，五个女人，五个女人硬要卡进去当邻居哦，冲水嘞，倡议很公平哈。小姨，我有感觉你嘅嗓冇汹涌嘞，对，我替拜糖豆你冲过的时间是外放型的，对，可是我糖豆廖树国诶一开始我其实有点小小的紧张，因为我的想象中他是那种大歌系列的，然后声音会很外放。那冲掉树国诶，应该音准以及声音力度的控制非常非常的重要。对，首先我觉得我觉得感觉得到你对这首歌的深深的情感。追迷团，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想哭，因为我听到那个哽咽的声音，然后我觉得，泰嘎的冲狗给时间要把这个学起来，因为糖你冲狗给你啊，可是你不一定每次一定要唱得很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的口气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说哇，我很直接的被他的声音的力度、他的力量去感受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歌者最有力量的，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你今天做到了，非常的，就是直达我的心。对。但是呢，因为毕竟我觉得，对你知道有很多很期待，或者是很希望你可以去达到的一些目标。那我觉得今天呢，在这个鸡蛋里面挑几个小小的骨头。对，我觉得因为一开始第一团的时间，应该冲，应该带音的时间。你在吸气一开始的时候要吸足，对，你在唱的时候要缓缓的推出，冲过来要带着那个风一起送出来，从胸腔这边送出去，你的声音就会变得平稳。然后因为这首歌很慢，所以你要去平均分配，我这口气我要唱多长，然后我要推到什么样的阶段，音高要推到哪里，都要就是经过比较精细的计算，因为可能每一根音跟嗓啊，就是声线在每一段不一样音域的时候，控制的力量会使用的不一样。像对我的声音的话，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所以我在推中低音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擅长的领域，所以我可以很放松去唱。但如果是高音的话，我可能就要需要更大的力量去推。对，可能你老感觉某汹涌诶，高音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外放出来，我会比较擅长。那在中低音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收的力道跟气的推送。所以我觉得在前面低音的部分有点小小的可惜，没有做到那个平均分一口气的力量去推出去这样子。对，所以我希望以后可以听到你诠释这种歌曲越来越多这样子。对，然后未来也希望你可以就是有可能应用在自己的创作上。对，我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更多不一样的歌曲，不一样的声线这样。好，谢谢。紧张，其实比多亚哈斯他挑战过很多不同风格的东西，很厉害，进步懂得啊，真的懂厉害，全满满的养分。来，可以给个分数。好，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来，哟呼，小
就是C分哟，还有继续加油，目前第1名哦。等下会下来哟。哎呀，恭喜恭喜！哎，什么消息？可以哈，好了，好了，好了。下來為免在音樂聽到來有一首歌《命好好水》。好嘞，彈過啦。還記得你留愛衝過，還記得你留愛衝過，有一首歌，彈起來安聽啊。我記得你對愛衝過，我記得你對愛講過，有一首歌，係你對愛講，命好好水，還記得你講過嘅話，有時歡喜，有時甘苦，還有發生愛同你講，愛都想愛對你講。愛思念你，愛思念你，沒辦法，愛沒辦法，表唔下，愛表唔下，愛思念你。思念你，胸膛你，胸膛你，當你手。河水啊，我托付你，把我的思念和相依帶給我的故鄉人。哎呦，很跳太戏哦！你好有才华。哎，艺硕，你怎么还会弹琴啊？又会弹琴，你好忙哦。刚好会一点。下次如果歌里面要鼓的话，你还会打鼓是不是？好不好？可以哦。可以哦，完全客家精神淋漓尽致。法质又好，真的。哦，来，到我们到前面一点来哈。这个麦架我把它拿开一下，哎，这首歌自创歌曲，对吗？自家写呀。好，都歌名都嘛个。有一首歌叫河水，名叫河水。有一首歌命好，你还用命好河水。命好河水。哎，你下个动作会用来河水来做。河水，河巴水。河巴水也河水，其實代表即係都代表時間嘅流通嘅種感覺，也係一種情感嘅流通，因為河水係一種流通嘅種感覺。而且他這首歌用新科技誒。還有 AI 嘛，
喊嘎松 AI 哦。哎呀，对，因为我自己就不是客家人，所以可是经过来这里比赛之后，就唱了很多客家歌，就有累积一些客语词汇。对，所以就想说再试一次看看。是看那所以你的词是 AI 没有啦 ，ChatGPT 帮你写的，就是先写一个大概之后，然后丢到 GPT 问他我这样写的怎么样？ OK， 他真的就帮你写这些？没有，他没有帮我写，他是帮我确认，他可以建议我用哪些词。哦，对，他嘎词没做的了。对。哎呦，所以你有参与吗？有一起参与？没有，我只负责演奏，主力还是他。啊，还有你编的哦，编这个钢琴这边是你编的吗？哎呦，他本科生练家子哎，优秀啊！会唱这首歌的原因呢，有没有大概？会把这首歌创作起来的原因，我觉得有始有终。我还记得我在前几次有唱一次，也是自创曲，因为那时候是讲阿公微笑的，对，微笑再见离世的时候，这首歌其实最近阿公已经刚好那个对年结束的时候，然后我就走去他房间，他房间一样都没变，然后都没有移动，都没动过，照片都还在，他的位置也是在那边，然后我就在那边就觉得，就想到。小时候他常常对我唱《河水》这首歌，有一首歌叫《河水》，就是河水清。就问你调下冲给，嘎给一团。他流过乡村和城市。对，他就会对我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就是每次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对阿公的记忆就是这样子，阿公都会一直说，我以前叫叶真，他就会叫我唱。他说：“你可以用钢琴弹吗？”可是那时候我不会用钢琴，我只会按噔噔噔噔噔噔噔，还不会到那么优美编旋律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到就是长大之后，这首歌渐渐忘记。那阿公后来出意外的时候，他在医院的时候，他谁都不记得。他看到你可以教成别人什么的。那有一次我就晚上下课，我就去医院找阿公。然后那看护就说阿公还是一样，我就想到这首歌，我就在阿公病床旁边，我说阿公，你还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吗？河水轻轻向东流。然后我唱完之后，阿公下一秒就跟着唱，他就跟着唱。这是阿公，对，就是这个时候，我有影片哦，有，我这是阿公跟着唱吗？对。绽放我真是河水呀。我托付你，把我的思念和想念带给我的真故乡人，带给我的。大概就这样，我后面就没有再继续录了，因为那时候阿公客家腔也蛮重的哈。对，大家都会讲客家话，他不是客家人啊，他不是客家人，我们家都不是客家人。不要想，不要再想，不会想。但音乐连接还蛮厉害的。我们要往前看，不要再哭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每一次讲到这一些，然后我知道一定很难过。不会，我好很多，只是就是他好很多了，一个有始有终啦。只是我没有，就是没想到他最后是真的跟着河水离开了，觉得他就是在水里面，流到那个地方，所以才写这首歌叫《河水》，就有始有终。对 ，OK， 很有意义的一首歌，很棒。继续创作好不好？好 ，OK， 好，你来唐飞行上慧茹老师都哭了，我靠，真的很感动。对，要停。其实你在唱《聊书狗 K》的时候，我在中间，我其实就很感动。对。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感动。我先讲你个人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你真的是唱得非常非常的棒，尤其那个我觉得你看到你的进步。以前你从那种很爆裂的歌颂，你就是一直冲，我就是看到你整个那个冲出来的时候的那种强烈的那个 power 啊，是你的强项。那以前常常听到你在唱比较温柔的歌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没有办法像放出来的时候那么的稳定，可是我们就会对你有个期望，希望你能够在唱比较软的歌的，有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好，那是我们以前对你的期望。可是我今天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你做到了。好，真的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唱得非常好。然后我很仔细的去听你的每一个乐句。
那中间我其实就被你传达出来的深深的感动，然后到第2页你河水呀，我托付你，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是我很小的时候的歌耶，然后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歌，然后已经有这个感动，刚才在听你分享阿公的时候，我就真的没办法，因为亲情是最入人心的，我觉得。那今天这首歌就是唯独一个也是低音的问题，也是低音的问题。那个两后那2个字，就是你的稳定度没有那么好。那一入歌的时候，第2句喊给的你老爱公歌，第1句可以，可是喊点到来。老矮冲沟，第2个那个沟，你记得要把它拖好一点，因为那个地方你刚进来，好，刚开始冲，歌手你的那个气息就不会放那么重，那没有放那么重的时候，在拖住它的地方也要你的核心要更稳定，慢慢的把它拖好，因为你那个冲沟的沟没有拖好，你那个有一首歌，这一句就稍微比较。就跟着那个音准就会稍微弱了一点，但是基本上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我突然间觉得，你知道你们2个配合起来，我突然间觉得，哎呀，哪一年就是换你得金曲了。有机会，有机会，继续加油，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好，谢谢。好，还有哇，2个精湛的演出，秀仪來到舞台檔，聽下嚟看盤數咯。哎呦，来看一下哟。好，看一下，要不要听个分数？上了，每家帶條款。條款。條款，你講嘅2-3萬當權有冇？佢3萬有貸款唔啲吧？嚇。有啲。佢貸款你啊有，誒，有嘅反腐輔導有冇？有嘅反腐輔導你啊會好咧。反腐輔導。反腐輔導。哦。好，看一下，要不要听个分数？哟，恭喜要不要听？连续卫冕来红天哪，青蒿头哪里啊？哈，卫冕成功听冠，恭喜要听。係呀，要來到呢傳統組嘅福利爭霸賽，你新嘅避免者裡面泰國踢館，我挑戰秘密館。恭喜哈！對，總算抽中意咧。係啊，總算做啊。但新聞記邊曉咧？我挑戰天醫館也冇簡單吼，拖按球嘅時間。嘿，不過總算抽中意咧嘛，抽小掉嘅啦。對，我哋馬上進行比賽哈，比賽之前嘅介紹呢金牌嘅評審先生啊。好，歡迎常永慶先生、李秋霞先生、車啟貴先生、曾明珠先生。哎呀，來，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哈。TV 嘅朋友來自新竹戶口，楊淑玲帶來羅山歌，哎呦，親戚嗎？猜就是猜就是呢。那都楊淑一，楊淑一，楊淑一，沒有都楊吉娜。沒錯嘅，做得好。吉娜楊。好來，羅山歌嚟聽下啦。他
哎呦，阿姊好，哎呦，哎，你之前的亲戚系冇？真的系哦？真的吗？我听我母亲讲嘿，我唔呢，咩非常嘅客厅。乱讲嘅，唔啲啊，你用熟用熟嘅。我講喺牙親戚冇結講係，見係唔啲。不，人家勇敢人就是不會唱歌的啦。哦，對呀，我們還熟字輩的嘞。對，熟字輩啊，沒有就像我很多這個羅時的羅時。誰冇一槍某嗰種沒有那種輩分啊？一槍某吼。誰來一槍還有哦？誰冇有嗎？但是我講啊，十字輩咩懂到啊，羅時，但是其實全魔術師啊。哦，真的哦。對啊，有的。羅時但沒有呢個片哦。沒有啲關係，條分公幹全部都有啊。哦，係啊。哦，真的哦。啊，但是我識字輩，但是就唔識啦。哦，係啊。你羅湖嘅親戚應該大部分都沒有呢個片嚟吧？都有啦，懂到啦，少林寺第一擺來都係領導嘢大擂台係嘛？第一擺啊！我之前參加流行歌曲，流行組，對，哦，流行歌曲組。佢一般我想我在嚟唱啦，傳統誒。对唱山歌有一点興趣，然後就是很想挑戰自己，挑戰自己。對，因為山歌我覺得越唱越好聽，越唱越開心。真的，有啲我背嘅歌謠版好新嘛？歌謠版有學嗎？有哦，就副橋嘅片係嘛？係哦，前主要係來演情節啊，演情節啊，對嘛？係咪？係啊，那個少林寺，係咪？咁我真係傾啊，真係是情節咯。聽咗係啊，相用嘅咁要動到。對，動到啊，動到。運動員嘅瓜子嘅時間，伴奏有50種誒。動到。哦，厲害！啊，你來，衝出嚟聽先生嚟講。還有專業先生嚟講評啦，唱高中先生。楊少志今日唱呀老山歌哈，就西安山歌，加個音色哈，算一講，嗰個佢親情嘅，好像喺度講親情嘅，嗰個一個高音各方面哈，佢也唱來以強鬆啦，唔可以講本人彈到係有壓力嘅啦哈，唔過佢可能唔接講客。我講一個西安的客，佢說嘅鏡頭嘅頭，佢發毛好，係。我是閩南人。哦，好容易，好容易。阿嘉義副橋啦，係嘛？係。哦，是張開始學阿嘉義副橋叫嘅。凍橋咧。凍橋咧。凍橋嘅。凍橋咧。哦，不錯。頭詩啊，還有字體嘅字詩，係羅人寫字，係嘅，也按到隻詩，可能佢行去到時候加油，我佢按唱嘅還算做得啦，平穩嗬，值得鼓勵，加油，謝謝，值得鼓勵。結果你個頭唱到跳，係嘛？係應該嘅，可能人家要唱到跳嘅，咬唔爭嘅就。我怕咬一跳嘅事。對啊，都懂厲害，係啊，懂厲害，好咩？安尼客家做叫你朋友願意嚟學，對的，所以你就所以你就覺得哦，越聽越好聽。為什麼客家這個山歌這麼美哦？對啊，那感謝你，謝謝。繼續練習阿姨，哈，阿用嚟看下人家分數咯，好，來，看下楊秀玲嘅分數。91點，一隻分數，某一天當然講，咩有可能要留下來機會，先坐一下，先歇一下，好，鬆唔鬆？睇咗意，睇下同關係，一兩十萬呢，只想唱卡拉 OK， 我唱得來，來，下一位，下面一位，來，沙落喺黃梅鎮得嚟平板。講啦。好为了
梅珍姐哈，哎，真的会唱啊，会唱啊，讲喜字要，應該心情好，接去聊啊。對，係咪？要接去聊，去哪聊？日本啊。哎呦，日本同好，強用。哎呦，日本真的懂好嘅地方。懂好誒，尤其係下日必跌。對，又很挺我們台灣，對不對？哎呀，非常棒的一個國家。日本因為我剛好去旅遊啊，喜歡到日本去了。一年去日本去多拜。也係唔帶日本進來比賽。去年差唔多去3擺啊。哦。今年一次去2擺，因為要比賽啊，做唔得接出去。哦，退休咧係嘛？退休嘅。今年我偷想去日本，你哋冇想去其他國家？因為日本嗬嘅。乜呀？服務嘛，服務當好，東西又好食，環境又強烈，東西好食啦，人又隨和，東西又好買，主要嗬，人哋唔會講逼你嘛，強迫，唔會強迫買東西啊。唔會像有啲旅行團啊，那自由行啊，旅行團。咩啊？攏跟那個團體哦，跟團的哦。因為團體吼較方便啦，人家幫你用好有冇？你這樣講去講自由行的話，就6點半紅蟲，8點半去麻煩，我不喜歡這樣，我唔好玩的呀。我是覺得說跟本地旅行團的有冇？比較方便呐，對種批朋友來講較方便。錯啊！後面。因為以前跟乜嘅疫情前攏去泰國啊。哦，也唔敢去嘅。係，更加冇經驗，都冇去。對。之前都全部去泰國。跟一看你短演一啲老人家，你幫佢民眾黨吼，佢講嚇。我覺得年輕人啊，你們真的趁年輕能夠要玩就趕快去玩，能夠去享受就趕快去享受。是嗎？就是嗎？我一輩子為人作嫁，為人辛苦，然後照顧小孩什麼，到我現在，你看我躺在這裡，我什麼哪裡都去不了了。真是的。哎呦，我就覺得哎呦好難過。你有趕快訂機票嗎？啊，可以注意了。對啊，我就真的我就跟我老婆就講。你就臉兇都哦，真的。對啊，我老婆說既視感好強哦。那我們就去日本還是韓國玩的，對。哦，去了了啊。對，還沒啦。哦，總算呢去了了啦哦。我就拿給他看，真的你們看都覺得懂心酸，講真的好傷人哦。尤其是蠻難一行啊啦。講真，唔抵講客人沒有會發生乜嘅事情，真是的呢。就像跟兩億的前2億嘅事情，係啊，所以。真的把握當下，好不好？冇唔錯，OK。這個是你要填空啦。重提嚟唱秋下欣賞嘅公平哈。欣賞好，梅珍啊，講老實話，嘅飲食啊，老家嘅體育會嘅強咯，嗬，綠茶飲食都真好。啊，嘅牛是比較合標準啦，嚇嗱，潤腳要做到清好。啊，講你有乜嘅目標嘛，可能還冇乜嘅簽得出來。家嘅 NT 會計嗬，佢好多年啦，所以像我教學生嘅好多年啦，佢嘅跳啦，佢都會講跳啦，愛佢會講愛啊，人講跳，你說跳好多花跳，咪叫跳，我咪講，硬是會咬死長，我咪啊跳咪叫跳。哦，是跳，是會咬死長。而吉他師的比較很難搞死的吉他師，所以鍛鍊嗬，客家歌嘅清好彈，唔會難彈咧。而且你的照片台本太假啦，多練習，強迫自己學客家話，你客家文化，推廣加油！哦，安子識，安子識，快2個分數啦。好，看一下黃梅珍嘅分數。高分呢，94分呢。哎呦，讚哦，一個呢，家唱都真的懂好，哎呀哈，歡迎啊，歡迎，好，先做一遍當場，好，謝謝啊，謝謝，好來，沙下啦，沙來，車歸梅帶來3個字，來彈歌啦。Theo bay yo sen
好。嘿呀，嘿呀，你好，你好。还有统发安讲。哎呦，哎呦，要特别做统发二款。中正纪念堂嗰邊有擺攤子，看到獎都買。中正紀念堂有表演嘅表演的時間跳舞啊，就有請。一面子嘅時間去嗰邊係嘛？沒就是平常。嗰邊家有發通啦。有發通，但是今日我買統發，今日我唔買啲嘅客家狀買嗬。哦，自己又乜雞都要買。乜雞都要買啊！你咁我特別推，安尼客家就買嘢咧。每一樣東西哈，覺得漂亮就買了，對。所以你係退休嘅劇團未？還有啲上班嗎？退休嘅。退休咧。今年人冇啦，前2年帶孫嘅啦。哦。帶到今年阿姨。讀小班嘞，讀小班咧就較閒嘞，有閒嘞，就來唱歌嘞，就學唱山歌。哦，咩要去歌謠班嘅度？有歌謠班去10個月嘞。沒10個月，就讀書那段時間就順沙帶一個那個就。冇7假期啦。7假期。歌謠班咯，歌謠班就10個月嘞啊。係啊，上班的時間就啲唱歌嘞哦。哦，上班加忙啊，差唔多50人歲才去歌謠班。哦，所以50人歲就是退休呀。冇啦，家就後來他冇閒就上班啊，還有上班都按部頭去學唱歌。哦，有冇創意叫咧？10個年嘅時間。有10個年。係啊，啊唱對啊呢，山歌就是越來越有興趣就做嘅。一開始要唱嘅流行歌啦。流行歌。係，啊，尾咪也見嘅人真要學山歌。誒，知道山歌以後彈。對啊，越唱都越有興趣啊！前邊翻花，越唱越感覺，哎呦，其實客家山歌還蠻好聽的，很美啊！後堂啊，就是很編花其實懂多。對呀，聽聽歌詞冇共用，編花運動多。但是真係冇好唱，當然唱。你將來就唱歌嘅人嚟講，我唱樣三大條歌喲。真的冇。即係將啲線數啲舞台當中衝羅哥都係順風衝啊，就會停得衝白嘅人。冇啦，衝動裝啦，動裝啦。衝，但是你這個很危機都要當風來好嘅衝。可能跟試衝又衝唔出來。所以你要當厲害。當厲害。來衝的來唐先生講邊。來唱幾個先生。什麼先生？好，你請幾位小姐哈，一個這邊帶來一個三個字。本身啊，我有感覺講你今日唱嘅，實在講冇問題啦。但是都是有唱假音唱法啦，並冇用真音去唱，所以別人講假音嘅部分，我做嚟當順。其實頭擺生發進行曲也唱嚟也很做得，三夫作男不由不。也個不為名言嘛，不哦，我要到位，我要到位用嘅嚴懶嚴踢，就表示講，本身咧用可能係用高音嘅，用加班加音嘅方式嚟去唱，冇同佢作好些嘅音韻。第二段嘅中央三川冇肉幫吹譜嘅時間。因為中央有一樣嘅情況，冇其他嚟講，見面唱嘅一個唱嚟算青春，唱青春，係咪本身用音質嘅問題，自己在音質上看呢，用本音質嚟唱，還是用假音質嚟唱，嚟較好聽，自己繼續再慢慢嚟思考呢，加油嚇，加油！沈先生，佢假音嘅方面有啲㗎。係啦，好啦，雙腿健壯啦，健壯哦，有咩所厲害啊？佢真假音做得轉彎啊，係冇？有場子健壯，真音衝唔衝音，假音咪衝唔好。好啦，講幾個分數啦。看一下車規模嘅分數。剩一分，留下來冇問題。目前係應該算留下來幾筆做得有啦，哦，冇問題，冇問題，好，什麼規模可以，楊子生，你看下。好，謝謝。好，來沙下來。沙來牛田帶來羅山歌。好，嚟彈個啦，係。山高蒼狼。
老人堂中。前期我可能是陈黎曼先生哈，对啊，哈，也还算是2把手。对啊，现在就是好像感觉你们2个在长个鹬蚌相争，好吗？鹬蚌相争，努力的，尽自己的本分，努力就好了。欢喜就好了，欢喜冲过轻冲忧嘛。嘿啊，主要迄来了比搭摆来煮100煮有养分吸收进来。哎呦，就是听先生啊，先生讲啊，嘛该同学互相。吸一滴咧呢，哈，吸发，哎呦，就变自己的养分。七家嘅用分啊，佢愛七家吸水落去。係啊，大愛好嘅意思啦。吸水冇落去嘅時間，唔好去那去昂啊，去撩啊。唔，因為吼，我每家帶頭份。啊，頭份。你嘅2-3萬當權嘅嘛，啊，佢3萬有台風唔啲吧？嚇。有啲。佢台風咧有，誒，搞個反腐布道有嘛？搞個反腐布道咧會好咧。反腐布道。環湖步道。哦，反腐步道。有啊，見過幾片啊，一種。因為佢俄美佢台風有一張青苔湖嘅片，做得看得到。圓圈圈，佢哋旁邊水旁邊有做步道。峨眉湖沒峨眉湖佢大佛的那個生態園區，有一個彌勒佛動態哦，有世界親眼就看得到。佢屬於3萬係嘛？3萬，啊，佢嘅環湖步道會好咧啊，按行一圈哈，有旁邊有水，有樹位咧度，行一圈差不多5公里。啊，你做得？沒有你青島好高嘅地方啊，真正唔低呢。哎呦，咩前一層呢？跟我朋友突然間張地。苗栗是一個好山好水、好玩的地方啊！你哦，你這我條話講咧以後啊，佢就講苗栗人難啲嘛。苗栗人有才華人當多啊。唔像嘅環湖步道當好啊，你像你客家美食又當多，像係建議主人啊，太陽之類都全部空下醫療。買到午飯銀行，又買到咖啡，銀行飲料一涼又好風光山水咁樣。唔看3·2做伙啊，3·2還沒當到嘅呢觀光景點，還冇有嗰個民宿，有嘅冇全部動講動。上禮拜去嘅伊個那作業小屋嘅，動厲害呢，啲吼，金啲。還有很多啦，當然是請時間是抖一料，抖一下。台灣有青島好料，對，嘅地方，好食嘅東西。冇要出國啦，台灣咧行盲頭，又涼咁樣誒。對。又名產啊，像係撩沙咧，又係賣嘅起餅。哎呦，起餅，哎呦，所以做電路當好。嘿，真好，真讚。好嚟，從頭嚟唱民族欣賞公平一下。嚟，欣賞好。好，天然呢，可以進來進進步。不論唱歌也好啦，表情咪強亮很自然。尤其堂前面呢都係唱嘅人物嚟打撲嘅。撲嘅筋都要打咁樣，表示你嘅心情慢慢有緊調整。再來講，你做這樣唱嘅時候，用迷上嘅方式來表達你嘅歌曲。你下呢，慢慢的調整了，會有改進呢。用真實的自家聲音唱出嚟好聽嘅山歌。所以你下你慢慢詮釋，唱到真好咧。我分數咪有本意咁樣，繼續嚟努力。好，什麼先生？好，什麼先生？多謝。啊，就看下個分數咯。看下牛田嘅分數。好嘞。
是。等下咩會考慮咧？同梅真子。係咪？好，我哋同佢哋裡面就上坤，係。哦。坤粉酥。好，安子姐，多謝。什麼安子姐？你睇下。哎呀，吼，面上嘅啲白糖都是這個小乜嘅蘭。小玉蘭。啊，小玉蘭啊。落水天，落水天。那算係藝術嘅表現呐。對，藝術。他也是我們台灣算是數一數二的聲樂家。聲樂家。哎，沒想到是很客家嘅前輩，真的。咩後堂啦，咩後堂。嗯。山歌了。你要唱我片面係冇？來。好，再來城裡面帶來片班。好來，彈個啦。你们那个四阿哥嗬，四阿姐嗬，四阿姐，一個共創漢友嗬，漢友做係，漢友做哦，因為共創已經做，做共創嘅缺點就係。緊做緊改進設備啦。冇你聽唔到啊，你聽唔到啊，你東西做唔好做，你用聽唔到做得啦。尤其係倆時會用人工嘅，可能科技機器去取代人工了。所以我哋生產者我們是第一線嘛。我哋機器有什麼缺點，樣本做，我哋係低啦。所以我哋會跟工廠講，你這個你所在那都係改啊。要怎麼改進呢？這樣按包裝起來東西下唔會講流落時。我們建議講要做機器嘅工廠。TPV 唔做嘅係嘛 ？TPV 唔工廠做嘅機器哦。咩都喺工廠做啊！咁講，我哋是做東西炸絲啊，啊包裝系統有喎嗬。結架機器要重新設計，重新做過。重新開模同做。很多細節啦，因為包裝的模式冇嘛強用啊。跟佢重新都買呢？對啊。我買呢，買過新呢，我買新，所以做工廠一個缺點就係緊做緊挑自損貨。哦，是，成本當高啊。係咪？用生理都動好當做的。生理好當一般般。你對到你生理好唔好就前時啲嘅。哦，大家多支持。應該懂評本啊，懂西懂山呢。花蓮的朋友呢，係咪？對嘛嗬？哎呀，花蓮也係咪？也較辛苦的。你沒有錄到我們買得到？買得到。這個誒，這個檸檬汁真的，紅檸檬汁食過啱好食的，真的厲害。誒，像我的檸檬汁誒，真的百香果汁。來訂閱專線啲啊。啲兩毛。好，來，唱得來，唐先生公平。唱高中欣賞公平哈。好嘞。
陈先生今日创业平板，我有一段时间冇来，不过也个伤啊吼，也练来，比较有较好，老头摆啦吼，我印象中伤创了以后，过也唔好创头摆安尼出后安尼，太伤都创吼，也係個優點。但是今日佢創業嘅平板吼，有啲部分吼，唔啲因為佢想愛做創比較好呀嘛嘅，主要冇乜個親問題啦，吼，也要注意哦嚇，係咪要注意？嗰個有幾隻事哦，特別要較注意嘅喎，種愛嚇，種愛辦了嘅原料辦運獎嗰隻辦事，哦，然後個種愛嗰隻種事，還有四季八節嗰隻辦事，好，一樣都隻事愛較注意嘅喎嚇，嗰個嘅所有嘅kend運嘅米商吼，不論咧投機嘅商，也天意機嘅獎，也親密機嘅後堂嘅堂，也個kend運嘅時節，冇乜個親問題啦，就等於講唔係個創一個kend運吼，咩親有把握嘅嗰種感覺，我也要去改進，加油！加油！哇！你這樣抽一管呢？抽一管呢？哈，係啊，唔係做個繼續做上去。我先有搶嘅，我真自然停止了都唔同。停咗嚟都係。同下看本書啦，哦。我繼續嚟哈。好。哎呦，就秀玲姐姐。等下。唔企也意思一樣啊。樣哎。你想要佔據他是不是？為什麼？哦，他居中啊，C 位就找哎呀，不好意思，對不起，他讓出 C 位來了，哦，我想這麼小人之心。我想說，他一下子就站在那個嘿啊，我只是叫你站在這裡2個。冇兩片很 C 位。你們欣賞啲懂哦。係，不好意思，錯怪你啊！來。哎呀，就看下來看分數啦哈，來看陳裡面嘅分數。這邊要做對邊啊，要按好啊，你窗邊映出，表示懂書繁養。懂書繁養，佢喺啲人哋客家先上推嘅指標性嘅任務。滿山遍熱情多，跳上跳下。來看陳裡面嘅分數。93分。哇！那這個時候，兩禮拜咧就冇 V 面咋咧？冇 V 面咋啊？你有兩 V 平分咧？哦，唔係兩 V 強啊，做什麼 V 面咋？冇 V。幾好的張體管理呢？下禮拜張嚟變高。哦，安尼下禮拜就冇 V 面咋？冇 V 面咋咧？唔過人哋秀玲姐姐排死啦，嗬，因為91.5分嘛。對。好。爭過來。下禮拜要幾時爭過來，好唔好？好嘛，好。反人。好，安尼。哎呀，根本就冇 V 面咋咧？ V 面咋？好，安尼，裡面先生加油哦！睇住個加油哦，莎要結婚哦。反正3位就叫我加油啦，安尼看下一段精彩嘅節目，好嚟。嚟啊！老年音樂會，哎呀，這邊要做來賓啊，因為按接看到佢啊，唔是記得。真的呢，每一年都來呢，係咪？每一年都發行專輯，係專輯咯，要按好咯。哦，當你開採訪有冇按到？按厲害，當然採訪，但是問題講要按好啊，你窗邊映出，表示懂書繁養。懂書繁養，佢喺啲人哋客家先上推嘅指標性嘅任務。哎呦，哇，真的在音樂界算是指標性的，真的嘞。哦，按大拇指，大拇指哈，給他按讚下去哈，按了先堂以後，唱一條歌，等下訪問佢啊咧，分享一下 V 客家 IU 王奕涵。
因公因情恩光，敢为此动东阳，满山遍让情多爱，挑松挑行，心内为爱。 转啊，重喜啊！爱总黑的熊，熊胆是给人工转，一公开始当痛冲，敢为安家，满山遍热。 松条海，因爱为爱，你爱你爱，沉迷的爱，款款转爱，成一爱，满山遍热，心多爱，松。 冲着你那你那，回到这个马给我，安诺在爱，爱前面古走，拉萨。 不爱都一都转，因公因情恩挂，敢为此动恨家。唱片的春晚，永远安尼演。新的转型哎，一年都吹到状元好啊！一年一中就懂多嘞。係啊。其實我3年冇出轉型。咁樣3年。我所買來係 EP 哦 EP 一次有作品出來啦。係啊，就沒有斷啊。哎，就一直保持在線上。懂厲害哦。樣板厲害。青島人合作。哎呦，一多年。 差唔多200人咋？冇啦，試下嘉賓啊，因為我大擺嘅轉型就冇 feature， 古時候2擺就一次 feature 超多，總算有朋友出現，對，超多，以前不好意思邀約，一次滿足，以前不好意思邀約，現在就豁出去了。係啊，來，我認識的音樂人全部都來搞，係啊。台灣唱嗰條歌就會捱嗎？係唔係，係年啊，年啊，兩條歌嘅，全是啲背哦，人啊，係，哦，條歌，佢自家唱嘅都唱嘅嘛，係嘛？佢自家創作啊。他現在唱歌真的是跟以前你歌唱比賽我正想說，給他嗓音編嘞。對呀，就是你這真的就成為一個創作者，一個歌手，然後常常有進
录音室，你有当过制作人，哦，稳定度变厚嘞，它稳定度高了，完全跟高音大音都分，现在是这个游刃有余啊，对，游刃有余，从容太厉害了，介绍一下先，自己还先转心哈，系啊，爱个转型名到爱，但是里面其实没有歌曲叫做爱，因为全部加起来就会爱，哦，这你自己生的小孩，你自己创作的东西，对不对啊？这属于我的，嘿，错，你的各种面向都在里面。对，你们爱平常时间共发，很喜欢种中医用某腔用嘅语言来同爱嘅朋友共发。嗰時候第一種轉型地都有七種嘅語言，七種語言，對，哎呦，有客語、華語、台語，沒有華語哦，沒有華語，沒有客語，然後河洛話，阿美族語吟唱，然後韓文、法文，哎呦，還有嗎？小姐，對，還有什麼？印尼語，沒有印尼文，沒有印尼文啊！我剛剛講過台語了嗎？廣東話。哦，有粵語，對，忘記。還有一種，少一種英文，英文，哦，七種語言，不用也強哈。結果沒有華語，對，也沒有印尼語，冇呢，奇怪了。金錢有啊，係啊，你就說某 Q 用啊，現在它的面向要展向各種不同觸角，厲害，某 Q 用跟合作夥伴就有不一樣的火花。你們音樂人真的是創意無限，真的。以前一稱呢，在去年嘅阿米斯音樂節時節，佢係踢一組，等松阿米斯音樂節唔係因演出名呢，係啊。不是原住民的專輯裡面有跟舒米恩，然後還有雷琴，還有張武，還有一個香港的朋友叫做 Win 一起共他下給某腔嘅歌曲，裡面都有這樣。你就跟着舒米恩去參加他們那個活動，阿米斯音樂節。對，其實是我替拜應該是個欣賞，我都叫他老師，對，因為我替拜係練習他的一首阿美族語歌叫阿嘎比薩瓦，就是不要放棄。哦，不要放棄，年度歌曲。那你記得嗎？如果你英國有彈過兩條歌的吧？我考，你看他沒有印象哎。怎樣？唔記得你31屆世界金曲獎的合作，順便有同人哋共下合作，佢就唱兩條歌。哦，這是四大族群的嘛？四大族群，你代表客家，我唱台語的。對，佢喺演出名，他就是唱這首歌。不要放棄。美國呢度青島嘅兩時太七家，疫情期間。對。我先練習這首歌，是。然後後面有一次雙十國慶，我們一起演出。哎呦，好哦。演出的時候，我想說，我一定要自薦說，哎，舒命，我想要參加你的阿米斯音樂節。哇！我就自我推薦了一下，然後他那時候，對，他就說，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邀請過非原名的歌手。哎呦，我就說，那請讓我成為第一組。真的，對。然後我可以成為第二組舒命。啊，您不會說我也是原住民的？沒有，我們只是原住民好朋友而已。對。然後那時候去演出的時候，他們就說，哎，一半的歌單要是原住民的歌曲。所以你這樣小學幾條歌哎？我就練了阿美族語、卑南族語跟排灣族語的歌。對。同人哋客家天師台共用嘅意思，入境隨俗，也尊重他們的文化。對。然後每一次那一次演出結束，我就說舒命，你要不要來 feature 我專輯的一首歌？然後他就說哦好啊，這樣蠻推薦大家一定要去聽那個你拿原版，因為舒命衝客家話。哎呦，真的啊！你同愛衝客家話。所以現在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彈嘅都人家歌哎。有發行嚟，對，發行嚟。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呀，先恭喜啦！你有新嘅作品產出了。看到你們這樣子發展的一直很好，我都會覺得哇。替你們感到高興，真的啊！有能力就要繼續一直創作，對呀，發行。那就接下來再帶來一首歌啦。好，沙雷兩條歌，買一個。兩首歌係客家話然後韓文，共下一起唱的一首歌。這首歌歌名很多 name，滿滿。好，來彈一條 name。
그리워요 저 홍병된 부위에 哈嘎歌没有韩文 OST 的感觉。对啊，对，打破大家的。问题你要唱得出来啊！你像比如说像我，你写这种歌我就唱不出来，你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对吗？是也是可以，可能是 Y2 可以左右的韩国流行歌。因为就是比较常听这种曲风，然后就会习惯这种唱法。그렇지 않고 다치지 않아요 내가 다 아는데요 네가 그리워요 저 홍병된 부위에 과디게 편게 산매 귀심도 좀 냄냄게 만만해 승려 anh nghe nghe để cho thay hơn là cái con go quý anh bù ra là đồ muốn đi lo mang đi lo mà sung mong yên đi 저 홍병된 부위에 과디게 편게 산매 귀심도 좀 냄냄게 만만해 승양 anh用nghe nghe để cho thay hơn là cái con go quý anh bù ra là đồ muốn đi lo mang đi là ai trong mong yên đi sẽ 냈어요 알고 싶어요哎呦，真的。
有一种黏黏的雄音的感觉，嘿，抒情歌哎，而且真的好韩系歌，是很含蓄 OST 的感觉，就算没有韩文，我也觉得它像韩国歌。对，而且你刚刚很多那种 R&B 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转气音，那种冲强，好厉害哟！因为这首歌设定的时候，我就想哎冲本太雅堂客家歌没有韩文 OST 的感觉，对啊，对，打破大家的问题，你要唱得出来啊！你像比如说像我，你写这种歌我就唱不出来。你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对吗？也是可以，可能是 Y2K 左右的韩国流行歌，因为就是比较常听这种曲风，然后就会习惯这种唱法。很厉害，加流行嘅冲强。对啊，所以可以用时下你们时间，很那个心境作为小人物。哦，你说过迄个替拜下，关于我自己嘅爱情的故事，一拜吗？替拜，之前有下钩吗？冇啊，切卡都下社会角度观察面的哦，消费天凶，张楚柔的世界有始有你天公嘅了哦，你还替拜下，切卡嘅爱情就是有另外一半了，就是凶犯。其实他没有听过，有被伤害过。没有，真的啊，以上都暗讲，哎，一听懂都追求你，冇啦，就可以观察对象很多啦。哎呀，谢谢。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来介绍这首歌。Nem。但这个歌它的写出来是3点水在一个想念的念嘛，他就是在写充满泪水的想念，那种远距离。的那种，没办法，相爱见面时就是见得到面这样子，有时候会吃到懂古稀的事情，就会一直想思念对方。现在真的，现在你就打开你的视讯，你就可以跟他视讯。哎，冇共用啊，你光天发同一张影，有温度跟温度冇共用啊，有温度是不一样的。对，哦，我觉得现在已经科技。你是不是觉得你比较希望用科技谈恋爱？就是你的温度太暖，大家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是，相较于。嘿啊，必去调白黑暗用啦。我讲吃到有你那些顺风也还冇共用哦，有温度跟没温度的就差很多。一个真人在旁边有差，对。你怎么知道你在跟他视讯，他旁边不是躺另一个人？啊，没有，这么悲伤的故事。你这种就是戏看太多了，真的好 drama。哦，所以就是让韩语也在这首歌里面毫无违和的加进去。你的才华是不得了的。而且最近有很多机会，他就是跟很多不一样、很优秀的音乐人来合作。还有谁？还有没有？像最近200多位，是不是？跟 Kimberly 陈芳宇对，Kimberly 合作做给玻璃心跟陈芳宇。对。哇！下一首歌诶，我们都拥抱自己。地度有英文、客家话、法语。你怎么会找到他？哦，其实是在制作人找我一起，对，就是 Tower， 对 Tower 找我一起。陶艺群老师，对，照片，也制作你第一片，我们在录音室，跟 Kimberly， 对，然后因为我负责写客家的歌词，然后配唱，对，哦，所以陈芳宇佢创客语嘛，係嘛？嘿，2條歌係全球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嘅主題曲，主題曲，6年舉辦100嘅唱起來唱，嘿，主題曲唱起來唱。創一條冇？我冇創啊！下次還有同陳芳宇配唱《行一個匍匐》。跟亞總準時有啲合唱冇？冇呢，冇啊！就是在發行過後才認識他，好可惜哦。下一張專輯就可以找 Kimberly 合作，對不對？哦，還有黃建偉。對，第2首是那個最近9M88有一個電影叫《那張夢》啊。不是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對，那也是9M88演的嗎？他是唱主題曲，偏迷曲，偏迷曲係9M88唱的，也是9M88唱的，他 Q 可以唱，他大夢係9M88演的，裡面有唱，他也有唱啊，也有裡面有唱，裡面他有演，他唱那個台語歌好好聽哦，對，他是來周得來支持一下那張照片裡面的我們，因為你嘅算係客家天樣。客家天陽係啊，講綜藝事件。對，主題曲很特別，就是因為我當時被找去，是因為製作人希望我可以寫客家歌詞跟韓文詞。韓文詞，對。哦，因為個男主角只係韓國人，也就唱韓文。對，然後9M88就唱法語、老客家話。所以你現在有開始演戲了嗎？
我希望各位导演们如果需要那个，对我可以去实景。对，角色做一起。做的是没问题，跨界很有趣。是，好，那接下来再带来一首歌了哈。OK， 那带来哪一条歌？你说的迄爱下本爱叫的，爱叫的很多。七八，对，下本七八一首歌的。两个叫的哈。两很多 running， 好，来弹看啦哈。当夜走上透空中，就感受到你的目光，看到了一个发给上，一共就变成飞航一种。最爱的七八。